收看赤脚婆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你，爱你的心也已经袂记，已经无意义。过去我真真正正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想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想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杨公主，坦白讲啊，像恁小妹这么秀的姑娘哦，唔知定亲啊，王公主，阮两个人兄妹四处为家，四海流浪，自所不定，你安怎讲提起这亲事的代志？是啦，然后我即摆还袂定亲呢。佳琪，哎呀，哎，我真想报喜。王公主，你是咧讲什么哈？我是讲哦，会当熟悉你，我报喜啊，我报喜的意思就是话你。哎，王公主，哼，这个小囝有够苦的，伊哦，伊咧笑伤你。安怎？你在食醋？嗯，哦。啥呀？我实在是想拢无咧。迄个赤脚婆为什么叫咱接近伊，搁陪伊啉烧酒？你看，人家以前我臭小妹啦，还叫我较早个性，早就一倒互伊死啊！哎呀，明珠，上苍伊有好生之德，讲做的人自然有国法甲天理伫咧甲伊处置啊。好嘛，我莫害伊，莫参与，总是会用的啊吧？哎呀，明珠，赤脚婆伊叫咱安尼对待伊，一定有伊的用意啊。咱这时阵爱较忍耐一下。你敢若是阮厝的款？恁两个吼，有够朋友，有够意思。啊，既然就来阮厝啊，继续啉啊！明明啊，你现在要啉到安尼醉茫茫啦！阿弟啊，我爱讲，我熟悉这两个朋友哦，好诶，因两个毋但武功高强，做人好做，而且吼，上介重要，因做甲啉烧酒的。有影两位吼，农夫敢若有甲你有一面之缘的款吼？是啦，顶一摆伫迄个公堂上，阮毋知是甚物原因去互人误了，讲阮是凶手，最后会当去找到迄个真凶，才还阮的清白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有影，拄则小倩吼安尼啉酒失态吼，实在足歹势。我劳动两位咧专工甲送转来吼，农夫吼实在非常的感激啦。这有淡薄仔意思，请你甲我收起来。王万花，你安尼都看袂起阮兄妹啊？会当甲阮公主熟识，那是相识相知，
到底转变一番的义气，你安尼未免太侮辱阮吧？这阿爹，对啦，喂，你安尼哦，我做无面子啊，你知无？我是将来的真命天子咧，我若是加交几个朋友，我的确，你两个将来对我有帮助。你是这个女儿的。调你调。明良啊，你这个个性啊死袂改哦，你有一天哦绝对会吃亏的啦。哎呀，莫啰嗦啦！哎，连公主啊，别记过，我阿爹吼已经答应，互恁住伫遮。喂，来啦，来，这样，什么代志？我讲，带这两个贵宾哦，我去约。是，两位请对我来。明良啊，我看这两位的行动哦，非常的可疑啊，你都要较识时务咧啦。嗨，阿爹，你莫安尼老古板好无？我甲因留伫遮住喺食，我完全是看到迄个姑娘仔的面子上啊！哼，到时阵哦，若是叫我得手，伊要叫我留落来，嘛着要看我的面色。迄明良啊，迄个查某囡仔命还袂结案的呢，你能够甲我出问题呢？是会出啥问题啊？我是真命天子咧，啊，算一个查某是算啥？加加哦，互伊做一个贵妃就会用。这样，因两个已经安顿好势啊。来，甲较早共款。来，抓紧。做哪？哦，大人真歹势，都甲口迄关呀，伊要互入来的。我想讲，我要见王明斌、王公主。这是家乐呢，毋是菜市啊呢。你讲来就来啊！而且王明斌犯的是杀人罪，咱会使互你看咧。大人，拜托你的，我照去一面就好，好无？大人，拜托的。大人，这是我一丝仔意思，请你收落来。好啦，谁叫我是软心肝的人？多谢大人，多谢。来，入去。多谢。明斌，明斌，辉君，辉君，明斌，你安怎无？辉君，这是你。明斌，你为什么要安怎？一遍两遍我拢有法度忍受，也毋过你这遍是太人的罪名，你捌想过无？太人是爱赔命，我知影。这遍，可是恁阿爹叫你安尼做，对无？万个讲，这一切拢是我的运命。这毋是运命，这是你家己要向运命负。冰冰，为什么你做什么代志拢这么有冤情？就是对明亮的代志，你变啊这么啊软弱？为什么？辉君，父亲之命不可，兄弟之情不可。我自细就受孔明之礼教育，我哪会违背伊咧？孔明之地，敢无叫你当明辨是非是？当然嘛是。代志有轻重计，先后大事。冰冰，你敢有想到？你敢无考虑到我的心？明冰，
以前你对我讲过话，两刻袂记啊心。有一遍咱去客业，你送我一块玉，你讲迄块玉虽然毋是定情钱，也毋过是代表你对我的心意，这话我拢甲放在心肝内呢。我毋知你即摆心内到底是安怎想，也毋过我拢甲当作这是咱未来的梦啊。慧君，我对，自细汉我拢理解当作是我的家后，也毋过大汉了，我才发觉我是一个歹脚，我破相，我根本甲别人袂比的，我哪敢对你有啥物非分的想法？这不是理由。虽然讲你是一个歹脚，也毋过你的心无忏悔啊。我就是介意甲你斗，因为我感觉有正经，也讲世道的事。文碧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的心永远拢是袂变的。我知影，我啥物拢知，也毋过你无法度反抗你那爹个命了，就因为你那爹讲你拢家是中配。你小弟是真命天子心。慧君，这个拢莫讲，就算讲小弟有困难，我做大兄是要甲斗相共。你安尼毋是咧甲斗相共，你是反倒等下要害伊，你知无？慧君，我是一个歹脚的，我咧厝的根本就无啥物作为，也毋过命量伊无共款，伊好脚好手，只要伊来当解决，伊绝对有出头天的一天啊！伊出头天，你都在假想，这对你是无公平的。无论安怎，这遍我一定要甲顺实讲出，我要替你讨回公道。慧君，慧君，你要做？你要做啥？我要来找恁阿爹，要告明良你，我要叫明良去自首。要若无，我要向关老爷控告。你绝对袂安尼做！我一定要安尼做。你安尼做，就是讲叫阮阿爹，我绝对袂原谅你的。对三哥，咱来分开。我是一定要替你讨回公道。慧君，慧君，慧君，慧君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倒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哎呦，来哦，较闪的哦，较闪的。哎呦，这椅仔脚你都唔正脚，大扫骹，你竟然去碰到我的骹，你看，害我一罐药啊，来到规肚骹。啊，你吊死着我，你真正唔知死我，啊，明个脚大你去养吧，你去养吧。实在笑死人嘿！啊，你好好人，啊，这椅仔是安尼死物件，你有法度甲夹着，啊，佫嘛较会摔拍呢。师傅，无意思哦，迄骹也袂晓闪走，竟然去弄着我的骹，你这。啊，好啊啦，买佫搞性地哦，实在。师傅啊，嘿，啊，你这我炎炎啊，你是咧叫啥？代志歹芳啊哦，歹芳。我明就地，风声如尘马，厝内是斗争之怪笑，今仔日佫是阴日，咱厝内佫是阴日。师傅啊，是啥物叫做阴灵啊？功夫放互你加减啊跳，嘿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阴灵就是表示查某，咱厝内咱三个拢是查某，意思就是讲有女子之爱呀。师傅，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阮慧君会安怎是无？袂啦，妹母你放心，这无杀身之爱，无你安尼，我甲小叮当来去看卖，你踮咧厝，来，咱来。就这样啊，我要来。哎，唔通啦！啊，你人咧无爽快，啊，你甲阮斗阵，啊，就天骹半手袂方便。好啦，我不要紧啦，你若唔好听哦，我原来有法度安尼一步一步一直甲恁对啦。哎呦，明母啊，人要是囡仔人爱哭爱对咯，
啊，但你以为遐尼济啊？啊，你也遐会对路哦？啊，你去，无伊去也是较好啦。无行，无用吵，无吵行，来，啊，你头头我行吼，来，快，紧啦。我实在是想拢无，是安那赤脚无叫咱入来王家陪迄个小公主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哎呀，赤家婆伊会安尼做法，一定有伊用意。伊是精通武术，而且地位超人，伊一定有伊的道理啊。少爷兄，你是伫咧看什么？王家伊讲即间厝起伫良业上，我伫遮一直看，根本就看无出什么良业伫倒。佮再讲，伊讲即个良业会出一个真命天子啊！你是毋是又搁想起你家己的代志啊？唉，阮梁家到现在也无法度破案找到真相。佮再讲，我的身世嘛毋知。如果你真正若是皇子，我想将来你一定将阮全部放袂记哩啊！其实讲，我嘛无希望讲我是什么皇子，我颠倒希望这世人会当去到荒郊野外，过着迄种与世无争的生活。看你讲话似假又似真，实在毋知安怎来亲近。这种的心情像攀藤，求甲人改甜我心。少爷兄，你讲你甘愿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这敢是真实的？当然是真实的呀。也若无，我哪会甲伊赤家婆死计伫咧流浪呢？迄是因为讲哦，因为你最近有劫的，所以就爱分油四方才会当漂危机。这是无毋对。还佫有一点，梁家只剩我家一个人，非得我也无底气。即马有你甲赤家婆叮当甲我斗阵做伴，我嘛感觉真快乐啊！讲来讲去，你嘛是将小叮当放在心上。当你是咧讲啥物啦？好啦，莫佫讲啊！你看，有酒有菜，哪食哪讲来。无爱啦，讲到小叮当，你就讲对目又去，我无爱啦，你家己啉啦。哎呀，查某人，你的心内咧想啥物，根本我都毋知影。好，你毋食来，我家己啉。等下，你安尼啉，要哪会过瘾啊？爱亲像我安尼啉才对。查某囡仔人安尼咧灌，就无咧灌大狗讲。少爷兄，安尼你都毋知影，我明叔是女中的豪杰，这是点仔酒吼，伫我的眼内才无算啥物呢。等你就知影我是海量啊。唔通遐用啊！有食安尼啊？安怎？这地当吼，啉伤香啦，叫你都唔通安尼灌，你都唔听。是安怎？这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你。将这个查某插去隔壁间。是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都返去，会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阿仔兄，我要见老爷。真歹势，有二少有交代，啥物人拢袂使入去啦。如果是你想，我一定要去付出代价。阿仔兄，拜托，我有代志要见老爷，你互我入去好无？拜托，拜托。阮二少的个性你嘛知影，我若互你入去哦，我会互人饲头路的啦。我天哪，阿仔兄，你我入去！我的阿仔兄，快放啦！阿仔兄，阿仔兄，我他妈是被乱之后呢？
老爷，慧君啊，你上最后哪会当起来啦？这拢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去用关角落来明辨。老爷，你明明知影人毋是明辨派的，你谁人每遍拢叫伊打做，白白拢是你亲生后生，谁人你免安尼大细心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拢无啦！你莫搁家己骗家己好无？我求你，虽然我明明是一个歹脚，你着认定讲伊毋是未来真命天子。啊，老爷，明彬的友好，感觉你一点仔拢袂感动心。你对安尼敢有公平心？你是有后辈，你是高山阿辈啦！你是啥物身份？有啥物资格来甲我假死啊？我有解代志，我家己会解决，无需你甲我干涉啦！你讲得忘掉，我无迄个资格通管你要创啥物，也毋过我有迄个资格去甲关老爷讲出事实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